ready. Attention. 好啦，呢場賽事咧啱啱結束咗啦，咁我哋可以略略睇一睇啦。咁咧大家個起步咧非常做得非常之好啦。我哋會見到咧，稍微領先咧就係3號線道嘅參賽者啦，跟住咧稍為少少落後咧就係1號線道嘅。好啦，3號選手咧以呢個 pacing 咧1分30咧嘅頻率咧喺頭嗰200米嘅比賽裏面咧領先咗出嚟啦。咁而第2位選手咧係6號線道嘅，佢稍微落後咧大概50米左右啦。咁我哋2000米嘅途程嘅賽事咧，大約咧需要大概7分鐘左右完成嘅，7分至8分鐘左右啦。咁睇會唔會有人拉到6分幾鐘啦？賽事啱啱過咗300米啦，第一個選手已經超過咗。好啦，仍然領先緊嘅係3號線道嘅耀道中學嘅黃澤海嘅，係啦，咁佢已經稍微已經大咗大概咧10米、30米左右嘅距離咧，領先緊第二名嘅6號線道嘅嚴青雲嘅，係啦。咁啦，已經差唔多到咗第一個500米啦，時間非常之快啊！用咗1分30幾秒就完成咗頭嗰500米嘅賽事啦。好啦，我哋睇翻啊，因為分咗2個組別啦，而家稍為領先緊咧都係成人組公開組嘅組別嚟嘅 A 組2000米啊，仍然係第3號線道嘅黃澤海領先緊嘅，而6號線道嘅嚴青雲咧稍為落後咗少少嘅，而呢個男子青年組咧係1號線道嘅許國安同學咧係領先緊，大約咧領先緊咧幾米嘅距離啦。好啦，第2名緊隨其後咧，青年組嘅賽事咧就係2號線道嘅。好啦，而家比賽咧都已經行到700米啦，係啦。咁咧會見到啦，見到咧以6號線道咧，嚴青雲咧慢慢追緊上嚟啦，以呢個均速咧1分47嘅速率咧，已經慢慢由落後緊50幾米咧，追到咧已經領先緊大概而家8米嘅距離啦，慢慢開始拋離啦。睇下後面啲選手會唔會有其他選手咧慢慢追翻上去啦。好啦，仍然領先緊咧係6號線道嘅參賽嘅選手，嚴青雲咧係已經去到咧差唔多接近1半嘅距離啦，已經拉咗3分幾鐘啦。佢仍然咧保持得一個好良好嘅 pacing嘅，即係話咧佢個段速咧非常之好嘅，即係好均速地咧保持得良好地咧1分46、1分47咁樣嘅。咁其他選手咧都保持嗰個平均速率咧都已經超過咗2分鐘啦，好多都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因為過去一半啦，係比較辛苦啲嘅時候嚟㗎啦，大家堅持埋去啦，已經過咗差唔多1半嘅距離㗎啦。呢個時候咧，最需要大家嘅鼓勵嘅，係啊，希望咧場邊嘅支持者咧，大家咧可以俾啲鼓勵佢哋啊，等佢哋可以咧再拉快少少啦，最尾可以追翻上嚟啦。呢個唔係最後名次嚟嘅。因為咧，起碼做咗3分幾鐘嘅時間要需要拉嘅，睇下可以咧有人可以後來居上啦，慢慢將個距離收窄啦。我見到咧頭3名嘅選手咧都係一啲男子公開組嘅選手嚟嘅，咁而家見到第4名咧係男子青年組嘅選手嚟嘅，1號線道嘅許國安嘅。好啦，而家進入到咧已經超過咗1半嘅距離㗎啦，大家咧已經最後進入啦，大概仲有咧大概3分鐘左右完結呢個賽事㗎啦，大家加油啊，係啦，保持翻你嘅速率，保持翻自己嘅節奏啊！我哋賽艇咧最緊要用到腳力啊，等可以咧大家咧用腳可以臨尾仲可以保持翻個姿勢
勢，用翻腳力，係啦，做翻個呼吸，係啦，保持翻個良好節奏。咁我哋睇到咧1、2、3號線度咧都維持緊咧每分鐘咧個頻率咧大概係30嘅頻率咧係進行緊呢一個比賽嘅，即係咧代表咧佢每分鐘咧係要拉動嗰個手把咧30次嘅，係啦，佢哋個頻率都比較接近啲，比較高啦，30頻率嘅。好啦，最尾㗎啦。係啦，已經有參賽者咧進入最尾500米嘅賽事啦，仍然睇到咧領先緊咧係年青運選手嘅，喺6號線度嘅選手仍然保持緊一個好良好嘅節奏，係啦，進入最尾咁500米嘅賽事啦，時間咧已經去到5分50秒啦，咁應該咧距離完結咧大概仲有分零鐘左右，2分鐘左右就差唔多完結㗎啦，咁睇下有冇選手咧可以喺7分鐘之內完成啦，或者咧會有更接近嘅時間啦。好啦，第2場嘅選手咧都準備啦，要嚟到呢個召集處啦。好啦，最尾㗎啦，大家加油啦！仍然保持緊一個唔錯嘅速度啊，大家保持緊個頻率咧非常之高啊，去到31掌頻啊！頂住啦，大家百零米嘅啫，幾百米有啲係啦。第一名咧，距離終點咧剩翻150米嘅啫。睇個時間咧，應該可以7分零幾秒咧，就應該完成到第1啦，係啦。大家睇下可以最尾500米啦，500米大概分零鐘咧就會完成啦。好啦，已經入到去啦，最尾啦，7分鐘啦。第1名選手咧剩翻50米左右啫。係啦，第1名選手咧啱啱已經完成咗啦。佢嘅時間咧係7分12.4秒啊，係非常之快嘅時間啦。好啦，睇下第2名選手咧都將近到終點㗎啦。睇下有幾多位選手咧可以喺8分鐘之內完成啦。已經最後進入緊最尾嘅200零300米嘅啫。係啦，加油啊大家！係啦，呢個時候咧最需要保持翻良好，用多啲腳力嘅。係啦，係啦，將個頻率咧，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再提升少少咧，進行呢個衝線啦。係啦，第2名選手咧到啱234名，哇，好接近啊！234名咧分別都係1秒之內分出勝負嘅，就係分別係第2名咧7分。